中市府甲农业局长、环保局长同步处长3个人免职，明仔载猪仔会使再去猪槽处理拍卖。健保补充保费要解决，鼓励利息未来改用年度结算，一年超过2万就会扣钱，上紧至017年施行。民进党要建议提名苏卡辉选新北市长，国民党李四川还未表态，外界关心南北敢会合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6，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头起先来看台中逼出非洲猪只，台中市长罗秀燕头一届承认防疫做无好势，带主管出来会实的，也宣布甲市府农业局长、环保局长甲动保处长3个人免职。有议员就批评这代志发生半个月啊，才会实的，实在伤慢啊。那全国市猪协会是认为讲做唔对，落台负责是应当的。我应该要道歉。台中市长罗秀燕带领一级主管局长会实的，进前捌讲台中防疫全国上严格标准，爱做的拢做啊，也毋过面对舆论压力，初六头一摆承认防疫做得无够好，佮宣布农业局长张敬昌、环保局长陈宏毅、动保处长林如良无遵守中央防疫指引，地区发生重大风险，即日起免职。在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得不够好。身为市长，我必须概括承受，已经发布了相关首长的人事异动。另外，之前已经启动的整个事件的调查，现在正在加速的进行当中，一有结果就会跟大家公布。回顾疫情期间，农业局针对高场兽医师甲疫调讲法一变再变，环保局亲像对案例市场稽查不实，喷掩埋政策也互市民不满。动保处警官甚至直接禁止倾销，破坏市场静止状态。相关局处争议不断，即马罗秀燕会实的定处，全国市猪协会表示做唔对就爱落台。这个案例也是全国防疫机关的参考。民代认为，即马才承认错误已经伤慢了。既然做错，本来就该有人下台。我们防疫单位面对这个接近以后，好好的照 SOP 照流程来走，不要多信出来，要严格的执行。非要等中央的调查出来，发现台中市政府都在说谎，发现台中市政府充满了疏失，在这个时候，你才要来诚恳的面对自己的错误，才要让你的局长下台。防疫人员详细清销拍卖区甲作业区也拢清销，初六中到12点，解除外地运输限制，初7起拍卖都在解禁。云林县马边市场全面消毒备战，台中市第2市场下马达是自主清销，用4点钟重点道区工作机台全部清洗，机台开机。清洁、打扫、消毒，然后就是因为后天要开始卖猪肉了嘛，然后休息2个礼拜，这些砧板啊、这些刀子啊什么，全部都要清理，环境都要清理，都要消毒过。采检非洲猪只案例市场，圣诞猪笼、徛街9个所在拢是阴性，也毋过市场场内有3个所在检出病毒核酸阳性反应，其中培育猪舍的涂骹是新增点，4个位继续封锁。另外，会全面开放台中市各级学校营养午餐使用温体猪肉，也毋过禁止炸出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中昼猪仔已经恢复运送，那明仔载初7开始，都会使再去猪槽处理拍卖啊。这15天禁令也地区全国增加39万只猪无处理，那做一届拢送去猪槽，继续可能会崩盘。所以农业部决定讲，逐天会限制数量，若有必要会抽号仔登记。另外，这阵马猪笼甲肉店的损失真惨重，农业部也会提供补助。一大堆猪仔红挂起咧货车顶悬，准备要送去市场等拍卖。外地15天禁运令伫初6中昼解禁，初7暗时0点开放都再拍卖。屏东有市场初6中昼开始准备运出600只。已经2个礼拜15天没有运了，里面的畜舍也是有压迫到。我相信外面的冷冻厂跟市场，他们应该也有需求。过去15天，猪的体重起到150到160公斤，已经超出市场规价体重100到130公斤真济。禁运禁载造成市场场的压力，平均逐只猪的成本加1000块。行政院估计全国15天加出差不多39万只搁留伫猪场内面的猪，大家抢要运出去，造成一寡猪农初6排无出猪。超当就是赶要出，赶要出就是讲较
较会产生这款问题，塞车问题。这鸡肉伫场内底大多数拢超重，价小较歹，为着防止低价，因为数量伤济崩盘。农业部暗算到明年3月底为止，逐礼拜拢开调配会议，就市场的公司和产业的意见议定逐工上市的数量。若经济伤济，会采抽签登记制定方式。数量或者价格有一些波动的时候，我们会协调这些冷冻厂适时的进场来做屠宰冻存，那确保猪农能够得到合理的收益。农业部提出饲料差价优助补助等饲地产业链补助计划，希望补猪农的损失。但是嘛强调讲，外地的运送含屠宰虽然解禁，但是用喷去饲猪同款是持续禁止。若是互发现会管制禁止耍动，猪也无法度上市，而且取消饲料差价才补贴。虽然中央有补贴政策，猪农嘛是烦恼非洲猪只影响猪卖买去。行政院长杜永泰公开话话，爱国人安心食猪。非洲猪瘟是一种只会传染猪只的动物性疾病。这个周末开始，我们尽可以放心的走访各个市场或夜市，享受各种的卤肉饭、肉丸。找到一套早传统菜市的肉蛋，同款是无啥物人。上紧初七买暗暝时阵，部分大商就当供应温体猪，初八早起恢复正常。除了农业部宣布补助肉蛋达3万，高雄市政府嘛对咧加补助达15000。暗算伫禁运禁载令解除了后，派人去市场帮助办理补助的申请和造册。中央地方通力合作，希望降低非洲猪只的冲击，甲大家对国产猪的信心找回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上新的风台红红，目前是加向菲律宾北部，上近后礼拜就会转向北边，可能会为台湾的东部回过，或者是加向南部去。因为这红红的路线和顶回丹那西是正常，后礼拜1到拜3南部风会正透，若北部、东北部和东部就要注意会落风台雨。东北季风走啊，北部地区的日头小看出来，不过说落来秋天的风台就随过来啊。今年第26号风台红红，即马是伫关岛迄边，强度阁是轻度风台，但暗算后礼拜都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礼拜日晚上一直到下周1，一直到2及3这段时间，是它明显北转的时候，那也是距离台湾最为接近的时候。配合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整个迎风面雨势是会变得非常的明显。根据气象署的观察，红红风台目前一路是对西北西的方向往菲律宾的北部过去。后礼拜一入去到菲律宾北边的陆地了后，刚刚就会出现关键北转的角度。那太平洋高压较弱，会提早北转，有可能下过台湾的东边，但嘛有可能入去到南海了后，再个北转，直接拢入去台湾的南部，也是入去广东沿海。气象专家们提醒，红红风台有可能到中台是中台上限，但伊伫经过菲律宾陆地，也是往北拄着东北季风的时阵，可能减弱，但整体规模嘛是对台湾造成剧烈影响。又强又大，对于我们台湾地区啊，几乎当它靠近的时候啊，几乎全台各地都在它的7级暴风圈范围之内，那一定要特别的防范哈，尤其是中南部的这个强风哈。专家提醒讲，伫红红风台wat近的时阵，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透风。气象署嘛表示讲，对礼拜开始，沿海地区就可能出现9级到10级以上的强阵风。另外，北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嘛有可能会出现大水雨，千万袂当大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健保补充保费就要改革啊！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健保费率未起的前提之下，即要提出补充保费的3大改革。包括鼓励利息、租金的所得，目前是一笔超过2万才会放扣2.11%的补充保费，未来咧是一年超过2万都会放扣钱啊。民众若拆做几若笔入息嘛无路用啊，若新制上紧至控制7年都会施行。这阵仔台股的水面正强，交易收入为了增加健保的财源，卫福部研究修改全面健康保险法第31条，针对鼓励利息、租金等收入，一年内累计超过2万块，都要收补充保费。是算公平吧？因为本来就是多的。拿得多扣得多啊，这样感觉被课2次税啦。就是因为我们在买的时候就有正交税1次了嘛，然后你现在获利2万块以上又课1次。健保补充保费改革引起不少民怨，卫福部长赵宗良初六中昼临时召开记者会，亲情会上说明，补充保费会有3大改变，包括鼓励利息加租金所得。
即晚单笔超过2万，才会扣2.11%的补偿保费。第四部分民众订单分几落介入效，未来会改用全年结算制，预估影响差不多480万人。另外，未来年终绩效专案奖金等非经常性给付，若超过最低基本工资4倍，也就是11.4万，都要交补偿保费，预估影响200多万人。另外，高所得族群补偿保费扣缴由上济1000万提高到5000万，预估影响1000人。除了推动这个年结算制以外，其实更重要的应该要跟财政及税务单位合作，来强化所得资料的整合以及勾稽，不然量能付费的原则也只会停留在理想。有能力的人可以多帮忙这个弱势，那么多负担一些这个保费的部分。赵总良讲，每年健保总额支出是9883亿，当年保费的收入是挖近9000亿，所以一定会慢慢无够，所以必须要调整财务结构。伊阁讲，修法草案即阵就甲各界沟通，也针对开定金额阁做研究，要互这些上班族有小可零用钱。草案上紧今年底到明年初就会送行政院审议，明年送立法院修法，上紧后年116年上路。记者采访报道。这一次不在。国民党团提出修法，希望卖阁提供9年金啊。今仔日伫咧立法院调本审查，落尾共款是拿白党团真所占优势，专案送出去委员会，交互调解协商。那行政院表示，若停止提供9年金，这退付基金恐惊会提早用完。填补国家年金修法，立法院司法法制教本委员会采纳联席并案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部分条文。教育部长陈英尧会中表示，大部分老师退休了后有真好的生活安排，目前资料显示，也有85%退休老师平均月退金伫5.8万。包含到年改结束以后，领5万以上还有69%，那平均呢，大概每个月还可以领到5.3万。陈英尧讲，年改结束了后，有69%的老师月退5万以上。那到伫未来 CPI 调整，平均大约5.7万。即卖制度应该会当保障退休生活。立法院均衡老外口，公平联谊甄别行动局抗议若被提出停补年金修改，呼吁爱优先予大多数的民众有充足的退休经济安全。也毋过多位国民党立委表示，是为旧年起停补年金，并毋是等到过去的水准。民众党团提案，今年起停补个半补。民众党团认为，会造成中退休金限制者。有提到113年开始停止，或114年停止，不是一个说好要把它完全的恢复。我们同时对劳工都是该拨补就要拨补，对公教也要拨补就拨补，只要拨补做到了，劳工不会破产，公教也不会破产。绝对不要拿牺牲现职老师们的权益来换得我们退休年金停砍的这个目标。调解立委议员极力高手，也过经过表决，若被以人数优势专案保留送委员会，交付调解党团协商，各送议会。行政院表示，若即马停补，公告退付基金会提前用完，人事总处补充。过去若开户税限制人员提出调整加大基金的抗胖，退休金更较可能比限制薪水高。跟现职人员的一个所得会越来越接近，那也会造成现职人员会提早离退的一个诱因。这个提案应该是不应该让它成立啦哈。人事总处强调，目前退付法将对月退休金，只要 CPI 成长率达到正负5%时，就调整，各每4年检讨一摆。那年金虽无价调整，未属相同机制，建议为缴费义务甲累计给付的平衡性来探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核电厂的状况评估报告，台电已经送去经济部啊。台电董事长詹文生讲，这核二厂和核3厂拢真有机会停拍。到这核电厂敢有机会搁继续启动咧？经济部长江明兴表示，希望12月初会当做决定。第800万里的核2厂2号机，伫去年3月15拄役；屏东的核3厂2号机，伫今年5月拄役。不过，即马看来敢有机会停开。因为台电进前已经提交核电厂现况评估报告给经济部。在今年的10月8号，核安会公布了相关执法以后，其实台电公司也都进行了我们所要做的必要的一些评估，核1、2、3厂各自的状况，我们评估起来，核2厂跟核3厂是有重启的机会跟条件。同时，我们也在进行
电厂机组的维护的一些相关的工作。詹文生表示，目前核三厂正在进行大修，协议是要加速进行打土作业，替反应炉内燃料棒出来。因为核电厂核岛区有部分牵涉到原厂的设计，爱请原厂协助安检工作。新北市政府是回应，核能都要为科学角度评估，上界重要原则都是安全跟稳定，对核电相关设施会严格管控。有关核三厂的重启评估，屏东县政府务求要以安全第一为优先。那请经济部以及台电公司依照法律的规范，进行相关的重启评估程序。技术面来看，一定是重启之后的安全运转是没有问题的。刚刚讲的南北都缺电的现象，就刚好透过核3跟核2的重启来进行解决。他们要把这个重启报告对社会做资讯公开，具备重启的条件，可能只是在它的电厂里面的使用的环境是，但我们之前包含地震的部分，包含机械老化的部分，这些部分都还没有正式进入做检查跟查核。核电厂是不是重开？民团甲学者有无共看法？经济部长景明欣初五表示，依照规划，若是经济部核可了后，台电会以再运转计划，互核安会审查，同时阁进行核电厂自主安全的检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地新闻，彰化鹿港仑尾区的宝花附近，今仔透早有民众发现供电棒着火，这乌烟是冲甲真悬，远远就看会到。消防局去到现场的时，火已经互厂商拍花，着火原因要该调查。车开伫台61线，远远就看会到踩伫海里的太阳能板着火，大火引起高高的乌烟，画面真惊人。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4台拍火车，到现场的时阵，厂商已经家己用灭火器甲火拍花。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火势了，剩下一点点烟啦。那现场的供电业者已经使用灭火器已经有把那个火势熄灭掉。剩下一点点的余烬这样子。着火的所在就伫鹿港镇台61线175公里附近的海上太阳能板。彰化县环境保护人员表示，初5暝就民众看到太阳能板着火，但是火念咪有念咪无，怀疑是海中，所以火才会暂时化起。今仔日透早阁开始着火，因也赶到现场关心状况。开始用了，他开始用那个灭火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燃烧，后来确定距离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又有在燃烧，燃烧完又继续燃烧，也希望相关单位对这个问题应该好好的了解一下。厂商表示，可能是因为电线烧拍电，太阳能板才会着火，但是详细事故原因目前也搁咧调查。彰化县环境保护人员指出，几个月前，宏远设伫厝顶的太阳能板也发现家己着火意外，毋但威胁附近民众安全，嘛会造成环境污染。面对不时发生太阳能板着火，彰化县环境保护人员嘛呼吁相关单位爱重视，伫发电力量的时阵，爱有搁较周至的配套措施。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同款是意外新闻，新北市那一间工厂晚到11点着火烧，加载无人受伤。不过着火是乌烟直直冲，附近的甘园国小紧急停课，500多位师生是撤离到万平公园。新北消防队员初6早起齐步去树林区甘园街导火铁工厂牛水线拍火，啊，毋过真侪乌火烟一直冲出来，为高速公路都看得到，就连附近的学区甲居民也拢闻到火烟的臭味，大家拢赶紧把嘴暗挂起来。我们大家都跑出来看，然后整个天都是黑的，就开始浓烟就出来了。TPU 工厂它里面是有放这个成衣的产品，那还有一个是做船的一个工厂，那所以里面有大量的火载量，所以会产生比较大的浓烟。这场大火烧2间工厂，面积差不多1400平方公尺，好佳在无人受伤掉入内底。火灾发生当时，附近的甘园国小拄好期中考，学校第一时间赶紧停课应变，加500多个师生撤离去附近万平公园，再搁通知家长接到转去。若是家长无法度及时来学校，就由老师照顾到家长来。我就来带囡仔讲遐迄个火烧啊，那烦恼啊，孙的讲啊，唔知伫遐唔知安怎无。刚好11点10分是我们考试结束的时候，那因此我们在2分钟之内立刻决定我们紧急疏散。新北市教育局是讲，火灾发生当时已经有通知树林三甲英国区国际学校暂停课外活动，教堂门关起来开空调，当时发放喙暗予师生。
火昏影响到的江门国小，因为考虑还有火昏，所以决定初7拜5老师正常上班来学校整理环境。学生是放假一天，该到后礼拜2早起再进行期中考。火灾当下的时候，地状污染物 PM2.5 跟 PM10 有偏高的一个趋势。火灾持续在扑灭的状况之下，目前 PM2.5 跟 PM10 的趋势已经有开始逐步做一个往下。好在这个火灾第1点外钟来就拍花，火昏慢慢散去，有关导火原因也有待调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有一个高中生去高雄户外教学，煞徛伫轻铁的轨道翕相。高雄济问讲，这乌白搭这轨道已经违法啦，上悬会当罚7500。校方除了会室内，嘛讲会加强教育。好，结束这样来好。学生囡仔坐伫月台顶悬欢喜比姿势，但要翕相，毋过负责翕相的人煞徛伫咧轨道顶悬。这是高雄轻铁的北二第2站。这阵对台中来高雄做户外教学的高中师生，初5暗时来到这切课，一阵人违规走入去轨道翕相，有民众看袂过去甲苦劝，煞无人要听。民众认为学校甲囡仔带出来都爱教爱顾好，这款行为实在真唔通。是有一些家长的确会很担心。那旅行社应该是要最了解的人吧？为什么旅行社会就是旅行社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大家都要知道，不可以站在轨道上的。对。针对这件代志，这间国中的校长除了会室内以外，也表示，提囡仔翕相的是旅行社的领队。代志发生的时阵，拄好带班的老师无伫现场，已经爱旅行社甲领队换掉，同时嘛加强师生的交通安全教育。学校主任呢，也和师生及领队要求后续的拍照及教学活动一定要遵守安全规定。那今日呢，因为校长和家长会长对这个事件呢很重视所以会立即南下陪同师生完成后续的那个户外教学活动。轻轨轨道区除了路口设置之行人穿越道外，禁止一般民众进入轨道区。如有违规，可依大众捷运法第50条，可处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款。有民众讲轨道袂使入去，应该是大家拢爱知的代志。其实除了轨道，国际表示，伫咧轻铁月台4颗连灯位这款黄色的区域，毋若禁止人甲车挡伫咧遐，民众嘛袂使行伫咧顶悬。记者柯家做高用高雄场报道。宜兰南丰澳晋安宫的玄乌马拜三着贼头，寻准的金马甲玄乌破链拢互偷摕去，损失超过2000万。警方调监视器查到嫌犯驶的车，伫咧台北甲台中掠着2个人上班，若碰见的物件也找到转来。警方甲门侦破亚细嫌犯，对内面超做真侪玄乌破链一个玄乌珠。有名的宜兰南丰澳晋安宫600公斤重的黄金马祖神像，身躯顶的配件拢互这个姓陈的嫌犯，甲伊一个姓陈的朋友偷摕。庙方初步估计损失是2000多万。警方调监视器，并且立人顺利破案。故于同日的晚间，在台北市及台中市分别拘提本案的窃钱到案，并起获失窃的全数赃物。为什么要偷吗？问讲为什么要偷摕，嫌犯拢唔讲话。警方表示，主谋姓陈的嫌犯之前投资黄金外汇了，欠人钱，就摕厝基抵押。为了要将厝赎大，才找另外一个姓陈的嫌犯，替一个外口过一直去偷摕。警方依照加重窃盗罪，甲2个人送办。除了咱所有咱伫英国古早常常讲，野头三笑有心病。即马大家咱要做歹迄当阵，咱爱搁会记你一句：野头三笑有监视器。庙方感谢警方将物件找大，也另外找一工，将一寡饰品搁挂倒去马祖的身躯顶。一寡饰品拢是庙的信徒一资买来管的，若无找大，信徒会真唔甘。警方破案了，也来晋安宫参拜，感谢马祖保庇。庙方也讲会补强庙内的保全系统，避免搁着贼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明年县市长的选举，新北的部分，民进党决定要建议提名立委苏卡辉参选。外界也关心讲，这南北两党敢会合作呢？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已经表态想要选啦。安那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目前是还未表态，伊敢若讲处理回答的代志是比选举搁较重要。
2026市长布局，民进党选对会决定竞技提名，立委苏巧慧参选新北市长。另外，国民党会由什么人上阵？国民党新北市议长周金宏透露，但回答总部处理过一段路，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就会宣布备战新北市长，上紧月底就会明朗。也毋过李树川否定这件代志。选举的事，我想大概没有比回答进驻台湾、进驻台北市还重要。尊重中央党部的一个提名机制，只要是能够为新北市民来服务打拼，这都是最好的位置。南委洪文凯同款红点名参战，表示尊重党中央的提名机制。另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早就宣布参选新北，我家也关注新北选战那被合的空间敢有存在？我个人争取代表台湾民众党来参选新北市长，这个方向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我们说我们有最大的诚意跟善意，但是我们不会永远在做的事情只是等待。连夜选将就会，苏巧慧表示已经准备好面对若被合了后的对手。对因为交通问题和市民批评真久的新北耶诞城活动，未来会重新思考。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市府有障碍交通状况，交通目前拢真顺。我会用又新又有活力的观念来重新思考这整个活动，创造一个让新北人认同、让外地人喜爱的活动。同款受到注意的，也有首都高雄县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第十金是心性乐观。原则上，我认为市长这部分一样是审慎乐观，应该蓝白合作有谱。重点是他附带可能一个条件是，万安可能要帮民众党的议员站台，可不可以？你是主委，当然可以啊。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哦，我想现在都是还是专注在市政。北市选战，民进党部分除了已经交议官司的吴怡农，包括民进党前秘书长林佑昌、立委王世坚等人落红点名。也不过，前立委段宜康近日透露，党中央也个会评估可能竞选无排除顶选党外人士。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出头真济，有一个中国人坐小三通来金门，今仔透早举一支旗仔，顶头是台湾国旗和中国国旗印做伙。这个中国人行入去金门县府乌白蛋统一的宣传单，移民署调查确定伊违反两岸条例，甲伊赶出境，限制伊2冬内袂使过来台湾。光一面是中华民国国旗，一面是中国5星旗的旗仔。这个中国籍姓罗的查甫人，七日早起，真大班的行入去金门县政府大门，佮开始等真济统一台湾的传单，造成民众的议论。随后警方带回警讯。从那个马路上先撒了一次，然后直接走进来，去那个前厅的大门口也撒了一次。移民署调查了后，确定伊用旅游名义经由小三通到金门，伊煞做加入境许可无共的活动，所以照两岸条例送伊出境。大陆台独，两岸和平统一。有4个移民署人员陪伴伊去坐船，伊半路姓罗的查甫人佫一直放声话，讲做伊是和平统一的推动者。移民署讲会依法管制伊2年袂使过来台湾。厘清如来台之动机及目的。如然嫌从事与区隔目的不符的活动，查一下说这位卢姓男子他是不是有邀请单位？因为陆客来台很多，他背后都是有邀请单位。我们会请邀请单位说明，必要的时候，我们对邀请单位也要有一定的裁罚。另外，这阵网络流传真侪通奸的 App， 进前中国网友推出几家 App 了后，台北市员佫发现一款台湾刀型网页 App， 会当邀请朋友，佫会当透过微信捐钱，引起质疑。很有可能是为了要骗取民众的个资，以供后续作为一些非法的利用。那同时也不排除可能是想要在台湾发展组织，作为吸纳成员的一种手法，产生纷扰的一种认知作战。刘委会指出，这种 App 好亲像是为了诈骗民众的个资，而且警察调查机关去了解相关的手法，是不是有牵涉到诈欺危害防治条例，也甲国安法法典组织罪这的罪责严格查办。记者采访报道。中国每年都要办棒球城市联赛，不过上海兄弟这队队名和同样拢和咱台湾的中信兄弟是要同个要同。中国是毋是要甲咱台湾的球员救过去呢？运动部表示，中信兄弟已经讲这项因无地带啊。若中国雄雄成立职棒联盟，敢是政治因素，要搁爱观察。
12强棒球赛真厉害，摕到冠军，极大化提升国家棒球的荣耀和国际能见度。对这114年的运动精英奖12强棒球赛的台湾队摕到特别奖，另外嘛入围最佳运动团队奖。中国联综合区入围最佳教练，12强 MVP 队长陈杰宪入围最佳男运动员。事实上，他也是队员之一啊，所以他也是符合资格，只是单独的他杰出的表现。12强摕到冠军的效应一直在延续，中职这季的票房是明显成长。但是中国新创的中国棒球城市联赛明年开始拍，其中上海兄弟的名和 logo， 和中职的中信兄弟实在是有够成，引起关注。中信娱乐找吴定清讲，球团和营运团队完全唔知影这件代志，若是有相关侵权，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运动部处长第4中找6在行政议会会后的记者会，访问到这表示讲 ，CPB 今麦是在放风声和试水温。CPB 它的筹备非常的粗糙，那现阶段都是在放风声，在试水温了。壮大自己才是最重要，才能面对各种的挑战。敢若互家己更较强大，才会当面对挑战。但是，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讲，希望中信球团对外讲清楚，佮强调讲，这支球队是球迷用热血和青春来建立的，不是头家会当家己凊彩决定的。在背后在运筹帷幄的应该是一家经常和台湾职棒联盟和棒协合作的一家运动行销公司。那么他们想要把在台湾的经验到对岸去复制那甚至还要把大批的台湾球员拉到对岸去。那这个事情我们会密切注意。刘文杰表示，讲棒球在中国算是边缘运动，想成立一棒联盟是真奇怪。到底是市场的原因，还是有政治动机？政府拢会密切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无人机伫咧落雨战争是真重要的作战武器。咱国防部长郭立雄指出，未来咱的无人机实战运用，会分做3大战级，会增加分辨影像、抵抗干扰等等的能力。行政院唔拿催生无人载具国家队，各要投入442亿。无人机这阵大量应用伫落雨战争，佮充分发挥无对称作战优势。国军嘛积极地发展。国防部长郭立雄到立法院执行专案报告，讲未来无人机的实战运用会分做联舰、战术加舰导3大战级，配合相应无人机来运用。另一光科技产业政策指导，结合民间力量，借由多元管道持续筹获各式无人载具，以加速形成战力。建立各军种的无人机专责部队，并依照作战任务划分联战、战术及战斗等3个层级的兵火力运用。国防部指出，未来会增加影像识别、抗干扰、多种导控等软硬体的关键技术发展，建立国内自主研发甲产制量能。立委嘛关心，大量各位无人机恐惊面临效能一直换新的问题。无人机它就跟手机一样，它是科技产品，它不断的翻新。就是说要迭代创新，迭代创新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共规的情况之下，我们会用软体来驱动，让它做迭代的创新。军方表示，要用96亿特别预算，各位635套会当炸物件无人机反制系统，分别配置伫陆海空加自动电军。有立委质疑无顾虑到各军种不同需求，无法度有效提升防御力。26套啊，外离岛这么小，你通通都放在外离岛，那你就够啦。那接下来还需要96亿吗？可稀释的这当然就更进一步了。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我们对指挥所啊等等，还有部队的这些反制无人机，避免被他们攻击的这个目的。进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曼警告，相信美国一定会听台湾的时代已经无去啊。郭立雄讲，发展先进科技，和台湾争做未使欠缺的角色，这才是国防部目前努力的方向。台美共识都是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唔会协助台湾，同时结合印太周边理念相近的国家，提升共同合作能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无人机的运用，今年8月，屏东山区上大雨，甲雾台乡的便当抢登去，乡长就撩起送药仔去砖头，实在真危险。都议员建议会当参考花莲邦山湖的案例，出动无人机送药仔，唔但较紧，嘛较安全。主席在这边有2个要求哈，
第一个操作的人技术较好的。议会主席有淡薄仔紧张，因为即阵到一个阶段，议员黄明贤的助理就伫议场内底示范无人机的操作。主要原因就是今年8月，屏东山区连续的大水雨，甲雾台乡对外便道冲断去，乡长冒险撩起替族人送药啊，当时的画面互人看甲足紧张。议员希望会当提升偏乡地区送药的服务。大家都有看到那个画面我们的乡长拔正义，他冒险涉暴涨的溪水送药给族人，这样的创新救援方式不仅避免了救援人员冒险跋涉，也大幅提高了救援效率。一旦有收到这些警讯，就是台风要来了，所以我们也各个卫生所，尤其是偏乡卫生所，都会针对这些列管的这些慢性病的病人，提前准备。议员表示，即摆花莲邦山湖以外，就有用无人机3分钟把药仔送到位的案例，而且屏东县政府配合中央推动偏乡灾后药品运送无人机支援计划，已经主动调查屏东偏乡部落无人机送药仔的需求，希望屏东县政府赶紧启动相关的建制。是无人机不是会当随在飞啦它还是要有适当的一个场域跟一个机制，还有风速的限制。今年的8月，其实卫福部他已经有做过了全国的做一个盘点。因为山区的情况多变所以卫生局确实要真的提早启动，然后实际演练，在每一个偏乡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起降地点。卫生局局长讲，计划目前拢有按照中央的进度进行，针对屏东县北偏乡部落设置14个无人机的据点，嘛会掌握中央要求的进度，希望使用科技整合偏乡的照护，让每一位偏乡的居民拢会使受到更较好的医疗保障。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代替产业工会伫咧2017年发起抗争，去年的过年依法休假，结果300多位员工去互代替处罚。双方拍官司拍8档，前一阵仔最高法院判员工败诉。产业工会就决定为今仔日开始绝食抗议100点钟。依法休假无罪，绝食抗议最高刑。代替产业工会开记者会，宣布要展开5天的绝食抗议，原因是2017年有337位的员工依法伫咧过年固定假日集体放假，说互公司处罚。双方拍将近8档的官司，今年10月份最高行政法院判劳工败诉。这场将近10年的仗，我们要用这场绝食的行动，来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最高行政法院，告诉我们的政府跟台铁公司，既然他们要坚持上诉，那我们也会继续打下去。2017年过年连假，代替产业工会发起春节依法休假的抗争行动，有337位员工决定伫咧过年期间的固定假日集体休假。这个行动嘛成功促成班表改革，增加夜工费。不过员工所受的处分，伫咧2019年、2024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拢是判员工胜诉，认为头家爱员工伫咧固定假日上班，依法爱经过劳工的同意。不过后来代替上诉，最高行政法院改判员工败诉，这让员工真不满。我不后悔参加这个行动，因为我相信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其实当年的那场抗争，我们人力补充了，我们有设置了，总算有轮班的夜免费了。你不去保护这些依法休假、依法放假的劳工，你反而是去检讨他们。劳基法39条针对国定假日的部分，是劳工原则上应该放假，并不是请假或休假，而是放假。代替产业工会一群人行入去代替的大厅，要开始为期100点钟的绝食抗议。也若代替是回应尊重司法判决的结果，未来会用开放的态度听员工的心声。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根据卫福部的资料，台湾65岁以上失智的人口有35万人，这时代失智需要照顾的需求会愈来愈多。来看伊甸基金会有提供日照中心的服务，和老大人照顾的服务，希望会当减轻照顾者压力，嘛互时代较袂感觉孤单。如果有一天我变老了，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会希望我的家人不要放弃我。影片当中讲甲要哭的是伊甸基金会的公益大使苗可丽。苗可丽讲，伊家己厝内有失智的爸爸爱照顾，所以伊上会当体会照顾者的辛苦和艰苦。伊分享家己照顾爸爸的过程，一开始两个人拢有情绪无欢喜，到后壁会当互相体谅、理解和陪伴。
一开始我会感觉我要去甲纠正，毋是安尼啦，遐无啦。哦，你会甲伊伫遐咧拉扯，迄个过程伊也生气，因为伊感觉讲你无理解我，伊会生气。啊，你感觉伊讲袂出声，你嘛生气。结果两个拢伫遐，哦，真正是足忝的。其实甲失智的人斗阵，你毋是咧无闲讲去纠正伊，啥物是正确的，你只要陪伊坐落遐。根据卫福部的资料，目前台湾65岁以上失智人口大约35万人。伊甸基金会表示，因当年服务3万外个有长照需求的家庭，发现照顾者和被照顾者拢无快乐。老大人会使性地有认知障碍，感觉孤单；也若照顾者24点钟照顾，也感觉愈来愈忝头。所以基金会有提供日间的照顾服务，让时大参加活动嘛有伴，嘛会当减轻照顾者的压力。所以很多长辈其实很难感受到说他在家里面的那种孤独感。我只能这么讲，站在伊甸基金会的立场，我们期待大家，又是全台湾各地的朋友们，真的要关心我们的长辈。基金会表示，透过调查也发现讲，因为有日时的照顾中心，照顾者2个月后压力指数降低6成，时大嘛袂感觉孤单。所以呼吁社会大众发挥爱心，甲基金会斗支持，互因服务老大人的照顾会当愈做愈完善。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地方的消息，最近有民众伫台东旧东河桥发现几只白色的高山仔，不过专家判定讲，这应该是高山仔着皮肤病落毛，皮肤才会变白。目前唔知影这病敢会危落，呼吁民众唔通挖紧。在东关东河乡登仙桥，定定看到台湾米糕；也若伫旧东河桥的观光景点，也定定看到这款糕。最近就民众伫咧旧东河桥翕到白色的糕，就是讲是突变白化的现象。不过当地附近的民众讲是落毛。就是因为猴子掉毛，所以人家看的时候是有白虎这样子。台东县政府甲林保署台东分署接到民众的通报，问专家的意见了，认为这款狗应该是着皮肤病，因为这么验知影是什么病型，所以上好卖伤外引。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皮肤病染病的关系，造成他们有那个皮肤白化跟脱毛的现象。发生的原因会很多，那包含整个猕猴族群密度的变化，或是它所处环境的压力，或是民众因为喂食的干扰等。县府讲，伫即马台东县即个东河乡有接到民众通报，有少数的狗敢若是着皮肤病，会先观察情形，若病情有脱开，再搁再进一步处理。也希望民众唔通摕物件饲狗食，也莫伤外引，避免去感染胃着。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一间收容老牛的安养院，找落来一只南投的赤牛仔。因为伊方发现着伤倒伫咧路边，经过医院甲善心诊所的走访，落尾是顺利送来台南安养。收容所因听动听这只合作牛的心跳，即阵伊的心跳较紧，根本是运输过程造成的。这只赤牛仔对南投再来台南，主要因为初期下晡有民众伫路顶，看到路面甲牛绑伫咧小货车咧行，要带去拍诊，煞因为牛无行过淡仔加路，落尾袂堪直倒咧路边。骹底有真侪空喙，由南投县议员经过行政院中部联合中心代理执行长牵线，台南市议员李宗翰出面协助，甲送来台南安养。现在养牛的人真的非常的少哈，也没有我们可以安置牛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南投县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场所，所以我才想说透过我们台南这边的议员来协助这样。脖子后方有那个勒痕外伤。接下来就是请现场人员做优点的这些消毒的部分是有在绞痛，那后续的话应该就是看是不是安排消体或是做一些消炎止痛的处理。本来这只牛是一个75岁的农民饲的，后来伊甲牛卖出去，引起网络讨论。因为南投无专门的收容空间，民众欢乐牛，互人掠去抬，因此由议员出钱安排来台南，伊嘛甲善款捐予这间台南老牛的厝。台南市的规定里面，它必须要是台南市的牛。原本的规范里面，我们只好用台南市的自然人的身份来抚养这只牛。来先隔离观察后想有传染病啊，还是皮肤病啊有哪会，我爱联络兽医来治疗。无你也影响别只
的健康啊，是袂使啊，哦。南投县议员感谢台南后古有一个温暖的所在通住。经过了解，国情古打上来，就要先距离兼观察空水状况，后续牛适应环境就会放出去，参其他牛做伙食草。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最近展出台湾1945年前后的大代志，包括开罗宣言自前结束到国民政府来台湾，希望民众用台湾的角度来看历史。这台湾的这个主权以及它的未来前途是规范在开罗宣言。文献馆长向民众导览介绍开罗宣言，这是第2届世界大战的时，日本战败，甲台湾献予中华民国的重要历史文件。1945年前后的台湾重要史料微型展，当日台湾文献馆展出有不少关键性的档案，加研究历史的资料，展现1945年台的相并性。很多珍贵的史料，在那个过渡时期，然后当时这边那边各种的转折，给予我们决定真相的一个认知。以前他们的一些物件啊，就是可以跟那个以前念到的书籍啊那些来做一个互相的照应。这届展览的内容包括开罗宣言、自战结束一直到国民政府接收台湾228事件档案，以及台湾本土的精英留落来的历史资料。当时台湾人一方面是欢喜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另外一方面也对国民政府的治理有不满。最后起来抗争爆发1947年的228事件，伫遮也会当看到相关的文献资料。很欣喜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也要将它回到所谓的祖国的怀抱，但是呢，国民政府的统治却造成所谓的政治混乱、民生凋敝、经济崩溃，那产生的说让台湾人民感受不到那种回归的一个喜悦。战后台湾受国民政府统治，也包括改姓、改路名、萨华语才起日本化行政措施。在特展当中，拢会当看到文献馆希望透过这个文献，用多元的角度来感受甲看待台湾光复前后的代志。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家己台语季今年第3届，最近是办新歌展览，透过目睭看、耳仔听等等5种感官，用台语呈现，带民众体验家己在地文化。听早时啊，菜市啊内底话卖的声音。偏家己在地产业的气味，伫家己县中部各乡的农创园区举办台语季的新歌展览，要互来的民众能透过看、听、闻等等的方式来入捌在地的食食文化，嘛互台语的学习有新的体验。因为本身咱一般吼台语咱拢是用讲，但是伊即届台语的时用五感的时吼，佫会当去摸，佫会当去闻。啊，当然台语本来就会当听，我感觉讲吼，这是一个特殊的物件。拄则看安尼设置就看即个台语文书产物件，啊，佫有即个家己在地物件，我感觉足感动的，就是看你有机会能看到即款物件。生态环境的导览，在地文化甲产业的行读体验，家己县第3届的台语季，为6月开始，用在地食食文化的内容，举办计共超过70场的台语体验活动了后，佮透过展览的方式，互民众用台语的角度来入捌家己。平常的生活当中，大家拢会感觉讲，食饭皇帝大，都会感觉讲，其实家己的物产还是家己的料理的方式拢做特别，所以我感觉即届阮特别用食来做主要的主题的原因是安尼。规划团队表示，台语的使用都伫生活当中，就亲像看到、摸到、闻到同款自然。透过3档以来台语活动的推广，结合家己在地物产甲文化，希望这款自然的体验展览，互台语文化的推广甲创意有新的呈现方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际新闻：墨西哥总统伫咧公开活动，和支持者盘暖，所有一个不输鬼卡来手内要甲头针。因为墨西哥的女性向性骚扰、性侵的状况是真普遍，这届是总统拄着才引起关心。目前总统也已经提起刑事诉讼。墨西哥总统63岁宣保姆当和支持者在开讲，一个啉酒醉的查甫人对后壁挖过去，先是打伊的肩胛头，再搁浸宣保姆的颔棍，而且用另外一支手去吸伊的胸坎。啉酒醉的查甫人互随后制止了后，就互警方逮捕啊。宣保姆嘛，伫个过当天的记者会顶管表示讲，已经对这个查甫人提出刑事的诉讼。Y no repito, no es un asunto de ser la presidenta, aunque si eso le pasa a la presidenta caminando por la calle, pues que no le pasa a otras jóvenes, mujeres. Entonces no podemos dejarlo pasar como si hubiera sido cualquier cosa.
Entonces sí presenté la denuncia. 宣保姆讲，第12回坐大众交通工具的时阵，嘛拄过亲像这种骚扰。做一个总统，伊认为讲，伊对所有女性拢有责任，呼吁墨西哥所有州拢甲性骚扰和骗术的行为定做刑事犯罪。当地妇女组织指出讲，对这个案件会当看出墨西哥的大查甫人主义是有够严重。在这种社会之下，互墨西哥的男性认为讲，伊会当凊彩骚扰女性，甚至是总统。 Es algo muy común y creo que debe dejar de normalizarse. Hay que hacer la denuncia de que esto no está bien. 对这摆的事件，会当看出美国的总统维安是出现真大的破口。宣保姆维安的随后嘛受到真侪批评。宣保姆出去的时阵，做法是尽量减少安全措施，而且常常和民众在互动。伊伫记者会顶悬表示讲，目前无打算改变这个做法。除了总统防骚扰，前几天嘛有市长伫个亡灵节的庆祝活动内面，互庆祝近距离开枪死亡，互大家更较广泛讨论政治人物的安全问题。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美国中小企业和12个州政府指控总统 Trump 扣对顶关税是违法的。这案目前伫咧联邦最高法院辩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大法官，拢对政府提出质疑。因为这案呢，到今年9月为止，对顶关税是牵涉美金900亿的税金。大法官嘛答应会伫咧年底进前做出裁决。 美国总统川普以国家经济状态为由，开先例援引1977年制定的国际经济权利法，对全球贸易盘实施10%至50%关税做法，敢有适当，敢有合法。初五伫联邦最高法院进行3点钟的辩论。9位大法官，无论是原本立场是保守派，也是自由派，拢对联邦政府的代表、司法部诉讼处长索尔提出质问。 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对总统监视侵犯宪法所赋国会权力提出疑问。保守派大法官巴瑞特也对国际经济权利法授权总统针对国家紧急状态管制进口、关税监视符合管制手段提出疑虑。Our message today is simple: the Constitution, our framers, 238 years of American history, all say only Congress has the power to impose tariff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ariffs are nothing but taxe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paid by Americans. This case is not about the president, it's about the presidency. It's not about partisanship, it's about principle. It would be devastating for our country if we lost that. Devastating.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ybe the most, bu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se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到9月为止，这个诉讼牵涉到进口税金额达到900亿美金。那拖到6月才做出裁决，税金总额可能会提升到1兆美金。为此，大法官已经同意会缩刑缩决，结果上紧可能伫年底公布。一旦川普败诉，就要将扣的关税害予企业。要么过财政部长毕信德已经表示，就算最高法院无支持，因犹原有别个法条会当用执行关税政策。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玻璃仔，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2度到30度，中部地区21度到34度，南部地区22度到33度。东部地区21度到27度，华岛地区20度到26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